我叫李玉珍，係一個妻子，又係一個照顧者。我年紀又大啦，自己身體又唔好啦，又要照顧佢，變咗好困難啦。即係直情呢個人真係冇晒人生樂趣啊，可以咁講。朋友又冇，乜都冇噶啦而家。我先生呢，佢有認知障礙症。我自己呢，又係有糖尿啦、膽固醇啦，經常都要睇醫生，又要照顧佢，變咗好困難啦。2年前呢，揾到保良局日間護理中心之後呢，有姑娘個個照顧佢，就同佢做運動啦，又訓練佢。而家生活呢，就放鬆晒啦，可以做我每一日嘅嘢，又可以休息多啲。有人明白，有人幫手，我哋先可以繼續行落去。